写客文签名，色胖胖嘅彩相，文秀逢春，客意新传时，破言白公公客家人。文章作杂年等系海陆腔书写，本样片系用诗言腔语音合成。为嘅后顺菜归乡传错，阿妹爱绑好心肝手花开。头半年乜人讲，阎王长得水多日头西事物长康，也下人병了日水多高筑此言想，系当真上嘅做事太人啥，也千无奈，讲嚟后生人来，上菜无欢喜，好坏家庭气氛。想想诶，最起码无懒散走，无去做唔好嘅事情，天上也有认真上班，按样就当好嚟。做现代嘅也爱记住，也礼拜日拄好有限无法通，小神到无卡名嘅名也，设下隔壁做高铁嚟，食饱之後，啲堂下小可歇困一下，差唔多3點邊，無裝無事躺到樓檔有響起，原來佢那夜啲樓檔下來，真想到屋下還有人才，幾行來食住，兩船做一船食。想想嘅貴州身體落卡無運通到，也無啉到水，就想出去運通一下，順沙步從水分錯進台車，就老那爺講，我愛出去運通，來去菜園，老阿婆聽幫錯，開玩笑問佢，唔愛窮下去冇，嚴是愛愛，唔切架去。做好曉同來到菜園，問阿妹有哪位愛聽幫錯冇？阿妹想就無想，馬上就講也想，時常做就等等挨來窮樣，可見佢啲菜園度嘅上色有千多，也婆真好，規雙色胖胖，全係錯，乃有看到菜，阿妹講。也係為嘅後順菜採用，卡睇到正熱去其他菜上打闊嚟種，也參咩落水開運。草生比菜用卡夾，正為本草包實實。3點半來到菜園，雖然日頭無當咬人嚟，唔過古典幫草，還係甜又熱。該在左片也有一箱送嚟嘅菜瓜香，先幫一片沙唔會曬到日頭，幫好將來換片沙，就按樣切幫到5點半將幫好。帶來嘅一罐水度好食嗆嗆，有達到來嘅目的。因為草生比菜樣較太重，啲幫草當中，下巴唔度好會老菜樣黏定綁起來，將老幾中轉去，甚至還會老蟲綁出來。阿妹很愛老蟲演戲，愛冇老幾演戲，就老幾病太微去聽。還有發現青島菜樣貴蟲面體。明顯啲頭下有本蟲嘅色膏，甚至有到相當，還有一些片冇睇起，貴蟲好好嘅菜葉，咩本蟲嘅咬到茄茄，開起來食材就冇講，可見種菜真辛苦冇簡單。但係草嘅葉搭皮全按講，完全冇像有本蟲色膏嘅樣嘅，看來也到個冇蟲嘅。就係條條來誤殺人嘅，也係田公爺，太來考驗安利人嘅。有什麼做啥自然會得到自家想愛嘅，未驗真嘅老話講嘅人權體現保，人難體生錯，冇半點好笑。什麼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